视款，后上太上宫，有法太加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忠，又到了你老后生人打最久嘅时间哈。大家都认为台湾嘅交通十分的便利，就算冇时差冇汽车，坐台中交通工具咩动力片有公车、火车、捷运啊、高铁呢条。唔过咧，你都坐了到台中交通工具啊，唔多啲啊，就变成马路三宝，造成大家嘅麻烦了。今日你邀请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共好来分享佢條坐台中交通工具發生哪條嘅故事哦。掌歡迎！首先，老大家小嘅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坐公車嘅時間接送到到水小事嘅志怡。哦，唔係五廿嘅人生就會按帥啊！我送嚟係會當為做華師演啊！哦，難傳傳唔來哦，關阿師哦！你咩水小姐妹哦？我係暈哦！我帶要去水，等下堂下就啲哈。天生老嘅小嘅係根本做到像孔子嘅理解。大家好，我係至於老家中風音聲音，你查到吵鬧嘅你家。冇錯，嘅聲音嘅叫嘅時間真嘅會壓死。壓死呢！第三啦，老家小嘅應徵。嘿，大家好，我係接在捷運當中吼，遇到各種事情嘅應徵。我哋係好事，也係壞事，等下堂就。我等下同講。第四啦，小嘅係阿妍妹。大家好，我係坐茶時間，天窗愛上到準嘅阿妍妹。係我嘅好朋友，坐茶一定愛出會到。第三老太小嘅係白cap。大家好，我係晚風吼，衝撞1.6嘅白鉗啦。我係練錯叉吼，將我選投資部處理嘅白鉗哦。錯叉咪做在選天。那個剛剛前面塞的梗，大家沒有發現嗎？有紅蟲中一點綠啊！哦，唔講已經唔係重點嗬，唔掂嘛？重點就係最尾係小嘅回天。大家好，我係回天啊，我係錯叉督導青紅嘅時做緊啱師反應嘅回天啊。係啊。當厲害嚇，當強。咁我嘅講到台灣嘅交通，仲喺講係咪四通八達？行到哪位就假使冇時差、冇汽車，咪做得錯咧交通工具，呢係成問題之間。假使去內北冇時差、冇汽車嘅時節，你坐乜嘅交通工具嚟回去？從我來台北做事是一天坐乜嘅？公車。係咯，幾大台中啲嘛？嗰時我見到台北以後啦。我到台中出發，我台北嘅時節係坐高鐵，因為高鐵嘅速度當強，係30分鐘停。冇，差唔多1點鐘啦，係。喺來到台北，我是玩坐捷運，我坐高鐵時係費用好高，喺坐捷運時因為到台北時差當為時差，喺個天差會要東南前，我費用係真幾好，講到天差會好，大家所有嘅台北人包含到唔係到台北啦，唔係到台北出世，在台北做生意，人就知道到台北呢隻菜費嗬，有錢咩買唔到？真嘅，阿師爺冇係唔係？真見台北嘅天差費真見東南前，將嚟一下呢啲苗栗嘅上司我會上台北做生意，同到朋友咩去台北，估上看，我就會坐乜嘅。火車，假使講我冇趕時間啊，吼，假使講我想上時間，想愛夾去夾做，我就會坐高鐵。啊，到去台北呢，我就盤查、彎呀、捷運，用3種做搭配啊。冇錯。唔過假使你想喺上時間，冇想喺通時間，當然係坐高鐵再盤查。唔過假使你想講，今年東韓速嘅模式做，你就坐嘅平快茶，慢慢通。嗰時我航路太誇張了，航路你航到天公，你咪航唔到㗎。朋友都借位哦。係冇嘅，呢家平常是坐埋嘅台中嘅交通工具來台北。因為我係桃園人，然後中南人，然後。你唔係中南人，因為中南人唔係講自家係桃園人。桃園中南後中南人，然後唔講係接送坐嘅就係火車，火車來到台北嘛坐捷運，除咗按樣以外呢，我哋會坐客運，係坐客運，因為我知道有陣時係講冇車查嘅話，坐客運，因為唔會人講人，韓國話時間咪較夾，對桃園來到一台北差唔多40-50分鐘就到。當家呢50分鐘，冇識查50分鐘。係啊，當家。幾時查咯？幾時查？唔會信啊！冇時查，只有50分，有時啊就成個50分鐘。係啊，而家有時嚟，有時嚟表演嘛。
迄个按用时间就做唔到啊，假使讲女方有拄到嘛情形，动到逢强电，跟时间就当然医疗就无逢偏同朋友要时间啊。冇啦，古时候我都会提早出门，嘿，我抽也来动冲因为有阵时女方啊，唔知发生乜嘅事情，古时候我都会提早差唔多半点钟出门，跟而且唔會有乜嘅事情耽誤啊，都會嘟好啊。韓國尤其講客運啊，嗬，有陣時啊，當到你唔會坐客運，兩個 V 型做啲一三年按用坐。當時做的8點坐的，韓國要做啲寬風景，然後又做啲閉目養神這樣，所以到都台北。我認同我理解，像我自家帶到台北啊，嗬，我就算有客運做得坐，我每次都我較喜歡坐公車。我咩係？做啲群英，當下又搖搖晃晃這樣晃到。還有一個重點就係坐客運啊，有陣時去到幾片，時間太早咧，啊你就有些感覺啊，古時候人就會選擇坐公車，啊你天天的曬高興啊，都在羨慕。嘿，我知道還有一點優點，就會講吼，有陣時都市搖啊，哦冇辦法這東西，都在條條的來說，我咪條條來說。Hello，其實公車咪總得上總得咯。我有擺就是唔講我唔係條條是，我真嘅唔知嗰公車嘅事情就廣播。我已經廣播，我咩有廣播？真嘅，因為我唔知。可唔可以提牌唔同學？可唔可以提牌唔同學？誒，公車通通中的這東西。各位乘客，就在我們公車上，請勿飲食，請勿飲食，然後全部飲就看眼。前幾老太太講，安尼公車要到台北吼，公車插人，你要做錢做唔得食東西，會罰錢哦。快些，你家啲麼？一點麼？出了食肉嘅啊！係啊，佢白天平常時啦，出體啦，時差啊，係錯乜嘅差咧？我唔時差嘅，因為我唔有時差。唔過，我大概所猜是板橋火車頭。哇！有錢的，大家啲咧，不用跳跳會動貴啲嘛？啲火車頭附權呢？很了解係冇？還有面是兩年的呢。白橋嘅個性已經係算過啊！你想看，板橋嘅租金哦，曾經動過冇？真的是真的動過，冇唔錯。唔過咧，假使因為去做法通，去其他嘅燃燒做法通，因為做高鐵啊，他做的補貼，他們會補貼交通費啊。你做高鐵，還好貼啊。啊，假使哦，基本補貼，你還做得做客運啊？嘿，你看板橋車站，既有高鐵，既有火車，既有捷運，既有客運，還有公車，還有公車，全走的啦。那上千，那時間就是金錢，你冇時間，你什麼金錢呢？白橋線上，重點係線上呢。所以大家都做我的鄰居，等一下，等一下，有卡就好啊。沒走的。開剛上線啦。誰沒愛用講愛會拍攝啊？真嘅，我都掉嚇。不過咧，係有一個問題係問題就係大家都要錯過咧公車火車，不過都係火車頭地背，加上會錯到一個嘅東西，就係電扶台、電扶梯。到台北嘅車運地圖，接仲會看到人出右片起頂，左手片就留一隻孔，大家就要進行變變邊邊安尼走來走去。你看到嘅時間，我係知道都危險咧，安樣險嘅感覺。不過台自家對呢種睇右片起，睇下左手片行嘅呢種行為，睇下有幾次嘛，係你自家有乜嘅想法，來聽我講下。我係想講吼，你看吼，原本吼，你去年嘅人吼是去年啊，你就算係去年，你咪唔係好好驚啊，所以哦，你去日片時候咧，難怪日片不好好短時間啊，你做得用得少誒，你看假時候就差那一個。假使就一個阿婆啊、阿公啊擋在我前面，然後結果地下嗶嗶嗶嗶嗶嗶，佢前面稍稍會走咧，差那2秒嘅時間，你看哦，冇送到該差嘅，你看轉差嘅時間哦，這邊等1秒，這邊等2秒，這邊等3秒，你2種是過去咧，你時間是冇咧，所以想我體諒別人。你四人是去年，你四人是用行嘅，你是用走嘅，看嘢，自己四人，看嘢，4點啊。看你的，對，當然講白強講嘅，因為像我平常時咩
坐嘅捷運啊，有啲時真係愛趕時間，但係有人坐嘅動案，我就會扶唔撐我坐嘅辦茶係嘛，就會即動腦幾年啊。長輩。睇過來我感覺可以來每非常嘅好看啊，因為人哋全部嘅人右片起燈，左片行路。右片起，左片行，就會看起來非常有志氣。但係外國嘅人下來到人哋嘅台就講，哇，呢個台灣人真係非常有規矩呢，當好嘅國家哦，係嘛？日本東東已經是安用啊，要分開來啊。咁阿詩妍對呢個情況、呢個現象有乜嘅想法？我喺吃到一件事情就是一體兩面啦，有風片咩冇風片，假使講大家都起胸邊，安樣吼起胸邊，假使講會抽成呀天府台必順冇真條冇必順冇真條啊，安樣我就唔支持啊，安樣冇安全啊，我就講啊，佢假使講吼大家起胸邊，那我一片半嘅趕時間嘅人趕路，安樣我就支持，就總共一句安全清楚。係啊，因為喺講真經趕時間嘅話，一般嚟講嘅天府台嘅隔壁就會有個天台做得行，就會溜台做得行，溜台嘅腳唔好啊，好嘞，3步併2步哦。天府台會停同。唔可以讓價。認真你喺重點係講安全問題。安全問題啊！你真經趕時間嘅人就去隔壁啦，你就去隔走上夠就好了啊，一樣都便宜。天府台你行，就算你行嘅溜台啦，天府台行嘅時間，你天府台行下夾，因為係有嘅速度。No， 嘿，結果安全嘅問題，我老應講，你看天府台吼，天府台吼，佢窄度比較窄，所以安全吼，你跌倒開始你就得注意下。我應該睇順體嚟落台。等一下，好咧，大家知道呢個事情都有到討論嘅空間哦。我相信你哋觀眾朋友們要當有討論嘅空間。下一段節目大家來分享係到嚟捷運咧係公車咧高鐵錯咧交通工具嘅事情，要發生乜嘅？是到當男性當少男嘅事情，等下再嚟繼續討論了。因為嘅國外有千多嘅案例係講到天府台當空走來走去，結果真正有跌到嘅條南毛又俾人見落去。故所有發生安尼案例，故所你下你坐天府台嘅時間會躺到乜街？剪頭髮。天府台。就很啊，講嘅樹愛按嚟這樣拖着，就去到車邊地位啊，嘅有樹又拿定卡棒，還有台嘛嘅動作東西啊，結果咧就有一個阿姨就講我用 V 嘅本啊，我就是有當排寫，就同佢講唔是啦，幾多當然要神係嘛？咩啊？係啊，嘅樹雕，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家講到乜嘅天府台，大家吵啦嗬，講乜嘅做得上時間啊，要做得講乜嘅有安全性嘅問題。不過你向阿老太家講，喺台北捷運公司有統計過，講真嘅嗬，你旅客就當關到天府台當講話，你有數殺來去，其實你唔會造成你嘅機組嘅廢鐵，唔會廢鐵。我介意咧，幾眼贊成嘅。唔過因為嘅國外有千多嘅案例係講到天府台當空走來走去，結果真正有跌到嘅條南毛又俾人見落去。故所有發生安尼案例，故所你下你坐天府台嘅時間會躺到乜街？剪頭髮。天府台。坐天府台嘅時間叫愛企好，樹咩擺好勢來。大家安全提記，安全最重要。不過接下來所問題即係講，你坐喺交通工具嘅時間，接上會拄到就知道當搭線、當暖線、當男性嘅事情，有安尼事情發生冇？有，我就讀過喺坐公車嘅時間，因為大家都講有段時間公車啲不都清多年清潔嘛，嘅公車司機要清潔就關門，係嘛？因為像有段時間你後背上車，不過公車司機就冇注意啊，預備就真嘅地位都清多年我就上去上車啊，我就對後背嘅門上車，嗰陣時我喺上車，啲門就會關起來，地位都嘅阿公、阿婆、阿叔、阿爸，全部阿叔妹、阿爸妹，全部都係有妹妹要上車，有妹妹要上車，有妹妹要上車，全部動
台上用呐喊的方式跟司机先生讲，也叫做孟克。懂吉通诶，懂记，我就懂记通啊，我就送材料，我就谢，跟阿婆就扶手的店员讲，妹妹，你有招待吗？有没有被他夹到？哦，这个司机真的是哦大摆酒案哟，都关门关清给哦，真劲哦，就一弄，我就讲哦，扶手电影下。就知道其实懂电影下就咁講，嘅呢家要發生講嘛，嘅知道懂答性嘅事真嘅，情。我哋讀到阿婆冇喺啲火車站哦，真嘅非常嘅電影下，因為幾時間我看到啲老阿婆啊，當然我用嘅米嘅本記籌嘛，嗬，佢就講啊，沒關係啊，謝謝你啦，我就想，哇，nem嘅客家一口價一厘啲，沒關係，沒讓我想講，哇，真嘅真到我係用嘅，我就夾夾老阿婆講，阿婆本記籌真嘅籌好嚟，冇相關嘅後生意做得，佢就講，哇，後生意會講下吧，係啊，幾嗌籌下來哦，我就真係會知道，哎呀，你冇愛牛啦，不過佢就知道哦，懂電影下，係啊，跟你有聊天花冇？冇聊天花啦，係啊，俺口試的，做埋嘅口先。他總是只留下電話號碼， OK， 停。讓我送他回家。到底送咧阿婆全部開嚟做乜嘅東西呢？就照顧其實到大。可能啊，阿婆咪感覺誒，要小鮮肉吼，就啲上半嘅轉去咪當好啊，係咩？咪做當菜歌。 5000啦，可能天否白啲後生嘅時間因為發青一千小鮮肉，你下5000。係啊。講翻笑哦，好啦，講轉來啦，我咪就看過呢件事情哦，你一個畫面度，我嘅頭腦了後，很印象當前佢嘅事情係咁，我就看過到捷運站哦，要呢個阿公佢難到嗬呢個蛇王啊，很有畫面啊，動就愛心，我是該有些是想講，該係阿公係孫啊，因為阿公老來得子啊，你咪就可能嘛，唔過多陣咧，結果咧，嘅阿公千條嘅阿廟，幾時撈嘅阿公講，小夢呢，蛇王嘅蛇王啊是食過咧，咁樣講，哦，我都多陣嘅小夢呢，眼淚，嘅阿公係認為佢身體冇風片啊，冇風片認為本該蛇王啊，所以唔過嘅蛇王咪當蛇啊，所以都唔響啦，所以嘅阿妹之後叫蛇王啊，食本嘅阿公。自己所以有時會當中運氣嘅。係啊，要乜人嚟啊？啲公公冇按你拿給阿公，拿給蛇翁啊，吼，全部就突轉以後咧，你做唔卡好冇？買本件去啦。我送阿公全部卡冇，我送阿公全部卡阿冇。公哦，阿婆哦，嗌做在考慮一下。節目嘅用心好朋友咧，喺講有到一個表口查證嘅時節，想去政府卡號，我簽可以送你回去，我簽可以送你回去。他總是好嘞，冇個錯嘞，真勁。我剛才沒讀過一件懂電影下嘅事情咧，就係有一餐咧啊，有個書團體嘅，啊就運頭冇生意輸送，跟醫生就係嗌講，按你綁定啊，就講嗌去行。所以攞嚟頭頂。係啊，頭頂就講嗌行來行去啊，吼，還有同佢熊大嘅時間冇生意要輸用唔上。Hello，你乜嘅事情做得會讓你熊大咧？遇到伯錢的時候，遇到阿公。大概就很阿公，跟樹按你這樣拖着，綁定就去到前面地位啊，跟有樹又拿定卡棒，還有台嘛嘅動作東西啊，結果咧就有一個阿姨就講我用 V 嘅本啊，我就知道懂排色，就同佢講唔是啦，幾張都你要身，沒有，係個樹雕啦。結果咧，其實講冇嘅東西就變到佢嘅腳順邊啦，哇，還有動到嘅個姐啦，就同一幕行啊，同聽下好咧，真正係懂答性咧，有可能喺嗌上都較強啦。已經有熟嘅關係啦。可能撈面子又冇關係啦，因為關心呢個事情。可能所以係獨臂女郎啊，輸掉咧，差一點要變成我們的大俠了，大雕大俠斷臂，好唔好 ？OK，回見到恰當又拄過乜嘅動身體，係動答性嘅事情。咪係拄到動很溫暖的事情，咪係湊阿公，撈蛇翁啊。冇，
眉毛阿婆，眉毛阿婆，嘿，俺拄到放梅啦。哦，放梅半梅，后上弟弟放梅个饮料是诶，去冲啊孙头啊，去饮料不小心打翻。风车，风车，放梅，嘿，结果打翻了，饮料就流很快哦，然后锅贴孔用胶，所以你看到饮料都已经叫孙流讲，哦，饮料来了，饮料来了，台卡时讲，哎，饮料来了，饮料来的时候，你直接马上订饮料。两个时间开始实在跟面纸是包包地位度，拿出全部出，他头前感应饮料来了，饮料来了，就等于卡勾，就等于只在那边还拿面纸，所以所有人都该腾出饮料。今天係推翻音，饮料来了，饮料来了。我看到你回去呢，反映當家可能因為做媽媽過後，反映為當家本雙胞訓練嘛。個台子家講吼，到咧錯嘅交通工具嘅時，唔單止為咗咧都有當搭線、當黏線嘅事情，為咗當電影鏡嘅事情咪會發生。嘅自然會分享乜嘅電影鏡嘅事情。唔係捱嘅問題，你嚇到人咧？你說睇做乜嘢問題啊？我講哦，聽咗喺高鐵試踢腳嘅。聽咗喺安陽因為你們坐台鐵嘅，我覺得你講做啲坑魯蛇嚟嘛。唔係安陽因為嘅用是樣嚟啊，我就上高鐵，我坐高鐵，我用嘅帆布袋嘅，我用環保袋裝埋涼水哦，我就打開嘅高鐵當好都有做嘅咩，唔過我難死，我冇留嘅涼水拿出來，我就直接用連電嘅台用冰電，結果咧用水。就大反。等等，我跟你說，故事有啲咁長嘅，主角冇合呢。找到主角，冇人講涼水來嘅，冇人發現哈，冇人唔係，韓國人係少女。哦，嘅樣事啊，嗌涼水就放脫咧，拄好從阿彭順咧係隻貴婦媽媽。其中呢個頭也凹咧小品種，完蛋咯！完蛋，真係精品呢。我好彩佢唔係買個雙萬元嘅包，不是卡棒，唔係，我就放到佢新買嘅衫褲，還是淡色的哦，灰色嘅衫褲，夾拿衛生紙啦，吼，濕紙巾夾拿落去出咯，跟媽媽咩面色伊唔好辦公不見咧，佢係話哦冇相關人啊，真係當上潛嘅天狂潛天嚟專業啲咧，他喺佢係同係大嘴鼓啊，知道真係當排成啊，當講佢會欠，嘿，見講見啱呢。我認真見當好，佢同埋大嘴鼓有嘛，鬼路風哦，我就坐到戰戰兢兢。他有可能一直掐着自己腿。唔會欠，冇，見到我，佢冇講賣牌啊，然後上應該那邊嘅乾洗費張錯，咁同埋貴路就同佢打嘴鼓，然後就知道我放到我隔壁嘅貴婦點咯，冇，我企嘅用，放到係從我頭前嘅媽媽嘅哦，我嘅用是一開始我喊佢媽媽，他手上是不是有抱蛇翁啊？沒有誰哦。你聽我嘅故事哦。唔講，我係喺夾出，我同佢講，我出到強烈，一點痕跡都沒有。他喺我就皮嘅貴婦聊天，我講佢欠咩，佢下車之後，我就上到，我用到前面嘅媽，我就上到天人交戰，我出落喊佢冇同佢講冇。唔過今日生意好不容易衰退咧，然後喊佢同佢比賽哩，也係我等下就下車，就夾就一面係出動槍咩，喺個啲，嗌啲唔係船嘅神父。妹，他往自己身上也潑一點。共你可以一起改。哎，怎麼可以弄來啊？馬上給剛剛那個貴婦嘛，你下你要按油書的，我不然很亮上，那就冇想到，真有同他做眼色的喂，他真勁掉好嘛，拜託。哦，結果我就下掉咧，係先係警察。我喺聊天
电视机条件，加上加上阿妹吼，假使你要请给熊鼠就系副食盐不然炒到你啊，起到你啊片吼，要请起来算是吼。不过呢，观众朋友们想看坐高铁、坐客运、坐咧交通工具嘅时候，有度过嘛个电影讲嘅事，韩国有度过嘛个电影闹、电影压嘅事情，等下再嚟继续来分享了。阿妹嘅风行无问，一嗨，当到牙脚阿妹，呢种时候都死得是痛不欲生来形容，係真件當天，要叫叫同佢比實力哦，係真件寫唔出來。呢件件事有啲講話㗎，然後叫我講話㗎。嗌皮笑都不笑啊！啊，弟弟按钮瞪他，所以其實點點你。就開始來叫咧。欺負我皮膚癌，別人那個阿妹是剛學游泳而已。抽出來按偶反正是媽媽在家都可以踩飛輪。歡迎大家到咗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假如講到你嘅坐天府台嘅時候，要注意安全咧，理解咗留你分享幾多天府台當中發生嘅當電影嘅故事。真見當電影講，就係嗰時我坐天府台嘅時間吼，我突然發現後邊有一個聲音啊！哎呦，哎呦，我按出嚟，你寫冇誒？我想發生乜嘅事情，我轉過去看，原來佢跌倒咧，啲天府台當我跌倒哦。佢張無年看到好夾夾兩個按停止，唔講係知道這件非常電影嘅。唔係張無年，張無年夾夾按停下來，因為我知道當電影，因為佢啲溜書記啦，溜書記啲頭嘅行李箱啊，忽然之間就跌倒咧。不過好怪猜吼，佢條那麼冇按用披頭散髮，佢按用搭嘅包包頭，係迄件冇條那麼，會叫條冇真件是揾條冇條那麼咧。嗰時我睇到真件係你操場啊、行路啊，唔好見溜書記，我好行路好冇，係啊冇真件係多麼安全嘅事情啦。係，最近咧個見行路見留手機吼，最近分免挑戰發生乜嘅事，要查行動一免挑戰你咪看唔到啊！尤其韓國咧個多個天府台當吼，真見動電影講，如果我們自己那個什麼跳那麼啊，又係那個又在上浮邊搞落去，係軟膠鞋都當危險。不過沙下咧問題真係係講到呢個事情，沙下咧有講過乜嘅電影講嘅事情嗎？有讀過乜嘅電影講嘅故事嗎？我要同大家來講一個，呀，他上到行喺冬天啊，就係你坐車運嘅時間，有一班就下班嘅時間啊，人講人啊，哦，我講你就啊沒有吊環了，啊，那又講你下面按你曬來曬去東西又動啊，就講給我勇敢上啊，就看有懂人哦，就會去握那個吊環上面的那個鐵欄杆有冇？我就想講。冇挨來吃困啊，好咧，挨鬼神你冇做過一件事情啊，我就想講，好，跟挨就來吃困啦，挨就懂認真，腳還偷偷的踮起來，就在我準備要握到啊，它長這樣子，就在我準備要握到那個鐵欄杆差10公分的時候，卡住了，哎呦，還冇辦法握到它，你媽在冇相關，就想講冇要緊。跟挨等一下數就順勢下來，安尼。你要跳那個。我攞個先咧最緊嘅咧。冇錯，冇一盤俾你發現，安尼就好咧。挨好準備拿下來嘅時間，挨隔壁嘅細阿哥當好心哦，就講動台上，妹妹沒有關係，我這裡借你扶，鬼差熊給你超多，哎，假都快你，他從頭到尾一直看你。你按眼影看注意動機咧。用畢業嘅時間唔係同大家講乜嘅，唔就眼睛都偏人嘅身邊同佢講。同伊隔壁啊，所以結果你又去錯嘛？你要干下去。又依賴嗎？只能硬着頭皮，因為所有人都在笑啊。都敢給你你最後沒有去坐他的位置啊？冇啦，你那個來給上我拉佢坐出來，他也拉不到啊。拉到啊！跟吊環嚟來，人家昨天公環都冇時間談。真拉唔到咧，吊環不一定。張馬強，唔會打嘴鼓嗎？唔你係咩唔會打嘴鼓嘅人啊？要啲草帽，見過。大堂講冇冇危險，自己來到吧。好嘞，因為自不量力啊。對呀，我就想說，為什麼他那麼自以為可以拉得到那個槓桿？我從來不這樣子想。
后来咧，充电是迄两件事情，对于个认真来讲，真像同压同欠。不过我谈出来真像迄一个同神奇的故事呢。张神奇啦，真经同神奇呢。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拿来角度来看，人见慢来有温情的感觉。哪知道懂狼？咱许多咱还动少男，不才跟他动少男的时间。28天后，改夫士烟又都讲嘛改动爱的时间。那又要骗呢？我会不会被封易怒女王啊？不会，只会有易怒点码。后尾真做唔得，俺无接书，佢用时间填啊做公差，无味嘅，好。按年啊做个凉鞋有冇？比如我前面的迄只做冻狗狗张海的鞋冇誒，係冇唔知韓卡狗，漸漸嘅，冇偏偏係啊。你cái時機啊，試材，cái偷cái洞誒，cái鞋阿妹嘅粗線無問，一嗨，當到牙腳阿妹，這種時候都洗澡是痛不欲生才行，還整件凍片，要叫同佢比實力哦，還真係寫唔出來。呢件必須要講話㗎，我講話㗎。愛皮笑肉不笑啊？啊，幫我想講。你攞其實嘅社服那種髒啊，因為結果你。將心比心，現世報，兩件事沒有同理心，兩件事情做唔得白向下講，無強用，前期無強用，我係無接書。皮笑肉不笑，不過大家小的動畫。按奇怪用聲嚟咯，按奇怪咯。啊，自己有讀過路易斯嘅事情發生。我有讀過，冇喺我發現，因為我平常就是輕少發現，不過我真係當天，有邊我出去訂公車，又係公車咧，訂公車嘅時間有一隻阿婆就來問我，妹妹啊，你今日坐到哪冇？就問我路線，因為佢咩會坐車嘛，嗰時我一眼就有看到我嘅車，我坐嘅公車就慢慢試過了咧，叫這邊試過係佢行出去問我，就應來講，按應者我說，要我訂下啦，我嘅車就來咧，嘅車來了後一開門佢就罵我，佢講你到底送啥冇啊？為什麼我就說，哎呦，我出去聽書嘅，你為嘛個一開車門就暗哦，係咪？這個世界怎麼那麼少溫暖呢？係冇？我就講。我要啦，你等一下是會怎樣啊？是會怎樣？啊就馬裝義哦。係啊，小學生裝義啊，小辣椒，小學生那就你扣點唔定，你爹聽書陪你。我就說我再幫阿婆，你等一下是會怎樣？是會怎樣？我真嘅哎呀，佢就咁樣冇講話，全部嘅人都看見，佢咩非常嘅感覺哦，要到嘅講嘅，後來我行去送菜，B B 樣送菜。我故意付錢啊！我下茶嘅時我就冇落，因為大部分我都會講哦謝謝，我咧。下餐我就冇落去講，好用心哦，今天都標準咧。不過看到安尼阿姊姨就喺上夫來聽人嘅感覺，就知道安尼嘅台灣社會係有一絲絲嘅溫暖，有一絲絲嘅少年。個白劇咪有發生到同壓嘅事情，係冇到錯差，然後錯交通工具嘅時間。真緊，不過你遐故事吼，有到可能吼，進隊吼，有到部分嘅觀眾朋友咧，你遐主角係一個外籍勞工，就是禮拜日做火車嘅時節咯吼，我看到我前頭就個外籍勞工佢跳到。咩？到火車係做啲食東西啊！咩？佢食東西之後咧，佢攞嘅那個零食的紙袋啊，垃圾吼，跳吼，給它塞到那魚嘅손頭呢，那個放毒嘅，哎呦，佢肯認為冇人看到，唔過我看到咧，但是馬上攞佢講，等一下。糾察都來。嘿，給你買東西，你讓人拿出來，我按哦，塞落去。丟下車給我丟掉，給我丟掉。給他那什麼？應該係講國語啦。台灣沒愛用讓你這樣搞亂七八糟的。你講嘛？後來哦，我後來講，我因為按阿嬤係因為唔管係瑪莎啦，唔管佢外籍勞工，也係瑪莎啦，我都一定會這麼生氣，因為你係公共的空間，你總得假使打沙出嚟，那樣丟垃圾，啊推翻佢啲垃圾櫃啦。不過我原本係看到有人自己發嘅鼻子，唔見發。前邊整嘅吐血，喊做啲假書。你會有幾講喎？你是過咗來，你話過咗來，食落去。你叫做在接書講嘅有人吼，你出差嘅時間停嘅等你冇？冇辦法，冇辦法。阿婆
考你一下。冇，等一下，控是不是？钟摆看，你阿婆控很吗？真是呢，阿婆都手的。哇，真的都麻烦啲嘛，因为有一班爱抽嘅朋友嘛，你都发脸，给后背嘅露台吼，小弟弟就跟俺个踏，像踢踏舞像有一点嘛，俺就想讲，弟弟不要再踢喽，一开始慢慢踢，好声好气，弟弟不要再踢喽，然后呢，给阿妹妹讲，给阿妹妹讲好啦，唔好叫踢啦，开模好，你阿姨会生气啊，呢时间俺当高中天天俺乜嘅阿姨俺当天。冇啊，我知道跟阿妹懂对呀，立家高中，哎，懂研究的阿姨呀，啊，应征太好，好以后讲法，以后讲法。Hello。原来你会 Q 起干呀？我都不知道铁完了，你们还要这样吗？他爱讲一样可以充电好不？俺老嘅露台在那冲电，一露台后俺就老讲唔好踢咧。阿妹都没来讲哦，技术讲吼，啊，我就是要继续踢，踢他，我朋友俺就懂看说，弟弟不要再踢喽，就喊踢，我就弟弟不要再踢喽，结果啊，伊阿妹吼，这摔毛，伊没毛怪唔是毛，我说俺想讲按用干啥，俺就见到伊弟弟按用瞪他，所以其实点，伊就开始来叫咧，欺负我，欺负俺，别那个阿妹。刚学游泳而已。抽出来，按偶版的时候，妈妈在家都可以踩飞轮。赶快老师有给家长讲，拜托，好高要按有给声音嘅，好冇自己会拜托嘅，拜托来好踩飞轮供出来啦。你有没有想过抗议妈妈没按来做？你真嘅，安尼错交通空气的水降，所以那种声音呢，因为就是不管起到那声音，但还没冇看冇搞了。还没冇看见的冇搞一搞，故说所有的家长好朋友千万要搞自己的声音到台中交通空气的淡薄又搞了哈。你嘅观众朋友们想下到你从台中交通空气的时间又发生哪条事情，哪条神奇也系同爱的事情呢？等下再来继续来大家向下来分享了。看有一个人就会大天发给礼貌，拜托啊，大天发你就很有口音。等一下，跟你说到家还好，有一半还唐亮上迎接的情话绵绵。啊！来董秀堂呢？欢迎大家都转来你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哦，你谈讲你节目现场哈，你有个后上嘅专门嘅 keep 人嘅怪卡 ，keep 人嘅怪人嘅嘢，都係喺馬啥？即個條數。故意冇想來愛牛好冇？係啊，唔過因為我當年其實都啲抽查，從台中空氣嘛吼，我說我出。有一些這種愛去個係怪人吸引機，因為你也是怪人，怪人找怪人，鬼同鬼好，人同人好。冇啦，怪人啦，怪人好。好，冇相關。唔過我之前加上讀到怪人係真嘅嘅，以前我有一班我讀嘅怪人就係誒我啲抽查咪好，我做溜數機，一看到我就講，這種移動面數嘅。上面咧，我做啲人去翕相冇？冇誒，我就講冇誒，我就繼續講哦。什麼意？我各位轉來嘅，我就想說，青葉班絕對唔會轉來，佢就怪人嘛嗬。冇想到真嘅各位兩站哦，佢又轉來咧。我知道你上面咧，做啲人去翕相不跳係麼？啊，就真嘅。哎呦，佢又見我，我知道你上面咧，做嚟翕相冇，我就見我 Andy，佢就問，難怪寫埋，我知道你上面嘅，做嚟翕相啊，我知道你做嚟翕相啊。見完人哋冇，我就夾緊嘅去配合空氣啦，因為我知道用我有暗用給人哦。因為你手美嘟嘟機。哇！沖水的時候，他的臉就我知道你飛到上面啦，哎呦，仲對人講咧，可是我就知道，加上我讀到暗用嘅怪人，好怪啊！都奇怪，然後就一種那個騷擾的感覺，不是騷擾。不過撒哈拉問題之下是一種好啱挑、好啱數嘅問題，即係講你係討論動機，即係一個公差，一係插完黨項，你不愛做、不愛做，大家就討論過，到底一個愛撈啲散體、撈啲廢體，還係愛保留咧？大家對呢個不愛做有乜嘅感覺不減？對我來講吼，我感覺係應該有留年啦，因為哦。博愛做，對我來講算係一種社會福利的展現。
其實社會福利吼，唔係對大聲音圈走的冗多，不過吼，佢係本有啲少數人有機會，還有保障嘅這種嘅奉獻，譬如講博愛座就係一般嘅維兒啊，大聲圈走在走。唔過咧，假使位置唔那個時間，喊做咧保留好啲啲嘅名額本，該到真正細繞，緊緊做咧錯。所以試講，但係保留嘅感覺，係唔係？不過有啲人會知道保留，不過有啲人可能係冇細繞，係冇。看起來冇細繞啦，係唔係那種感覺？嘅飛機要知道嘅，你博愛座係三體機，一係保留機。挨到白卡冇空用，挨是到愛飛體機嘅。係啊，因為挨是到根本唔係講要博愛座，你就愛用為本細繞嘅。冇博愛座，你湊啲唔係博愛座嘅為數，你空用愛用為本要細繞嘅。佢講冇博愛座開始平常心，順頭口呢冇一到行動不方便，冇些老弱婦孺跟平常經空用做得錯啊。冇錯，為咗咁樣感覺，我來分享一下到日本啦、韓國幾多嘅做法咯。到日本時節，到前多嘅地鐵啊，或者火車站，幾多有博愛車廂。古時但是到平常嘅一般嘅叉子地盤，你看唔到博愛座。假使有老人家上來坐嘅時節，會電到會本地盤嘅我講，佢選擇博愛車廂，你可以改偏錯。因為他們就是有一種習慣，說我這邊就是一般車廂，可是有種人種劃分感覺，但有咁樣感覺。難怪嘅金錢定義本用錯本嘅老人家就講啊，你講就非常的歡喜。所以佢呢啲會有咁樣感覺到，韓國時節你電到會比安尼香港嚴重嘅時講，見假使你係老人家，你停下來用機，就算他看起來動靜凶，係行路賣走的，佢會強娘娘愛應用。如果你不讓，你就走唔得。給你講對你博愛座，你吃到很用辦法。吃到講下飛行講有咩有道理？係，唔過其實一下太天嘅人，雖然會用會嘅，冇限係有小部分嘅人唔會用會，因為有時候博愛座常常會有爭議嘛，講後生人做唔嚟做啊，做唔做唔嚟錯啊，哎樣。唔過有時候人人平等，最重要嘅呢，愛自家係喺吃到博愛座愛留定嘅啦，做乜嘅呢？因為一博愛座出來本大家講吼。因愛刺痛用味，有一條需要嘅人吼愛刺痛用本嘅，係講啊，真係廢除也博愛座，係知道未來可能動到嘅人就更加唔會嚟用味啦。OK，至於你係乜嘅想法？我感覺愛刺激還是唔刺激，其實唔係最重要嘅事情，因為其實愛加強老太家講。用錯呢件事情，因為我加上就看到嘅博愛座啊，就冇人錯，係冇人敢去錯哦。因為大家就唔係講，其實博愛座最正經嘅意義係講本事業嘅人錯，可能有啲時我身體真嘅冇爽快，不過我看起來非常嘅空嘅，非常嘅後生啊，行可以錯啊，如果我真嘅唔爽快，我真嘅事業啊，就算有人看我，哎呦，就對我非常嘅唔爽快，講個，哎，後生行錯，唔過我真嘅冇爽快啊，嗰時有啲時可能廿三年。唔講你看唔到，係冇錯。咁阿妍妹，你對呢個博愛座有咩看法？我喺知道變做太監，你就唔敢去做啊。係啊，喺知道保留咩係一種保障。因為多多少少每三年都有身體冇爽快嘅時間，你冇人感覺，我一生人都唔可以去做嘅博愛座，冇人敢講。我講係知道太監嗰啲嘅博愛座係唔分年紀嘅，啲老人家咩冇想講倚老賣老，就想講誒個後生人天初愛老也威嘅用出來，嘅對講看起來冇用嘅啊，呀讓人用錯博愛座咯，然後嗌老爺翕相翕下來，用到個命如何？冇聽說人家有乜隱性疾病，看唔出啦。但係古同係知道冇有嗰種想法嘅，其實你就好數好叫佢偏馬座、博愛座，按樣嘅想法係知道冇有。先見呢博愛座，它就是那個優先座嘛 ，priority。古時候嘅意思就係講唔係分年紀，唔係用年紀來分，係用需要冇需要嘅人。古時候大家可能係保養更加多冇共用面向嘅人咯。不過撒下嚟問大家是係個人認為當人嘅心目當中，嘛該係正經嘅交通工具來做交通工具，要有嘅禮貌，唔會做到幾多分咧，阿師爺。我就係聽錯會老 V 嘅樣本，邊個係個需要嘅人？為什麼？你先，我係咪假使講老嘅啊？我講嘅啊，我需要嘅把這個愛溫暖傳出去，哎呀，還有假使講我嘅
把嘅背包，後背包，每一把都後，每一把都頭前，冇，係因為因為見剛剛叉叉一。大到年來哦。真嘅，因為我加上就本嘅後背包。攻擊，嘿，加上因為我。韓國，而且你還愛假使喺阿詩人一定會打到兩面。係，聽說誒，這隻本體，打臉呢。大家都冇拿下來，還要不用到頭前啊！韓國係感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雖然有啲是你趕時間，不過真係做緊夢，誒，嗶嗶嗶嗶嗶嗶嗶嘅時，跟住係非常夾，非常嘅入去，因為有啲時跟人當危險嘅，根本會夾動誒。我都是這樣側身滑進去的。眼尾黑，眼尾黑。你看到有人夾到，真係看到咧，都好笑。那石頭打開咯呀！因為我剛剛他是活該，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趕呢？你被夾活該，然後你跟我自己就夾一把。全部已經狂機係哦。全部我就做個地位都啱。誒，對啦，如果係要在坐交通工具，就要注意那條禮貌。誒，查檔可以食東西冇？做唔得。假使咧下個對於查檔食東西，緊去安尼插運曲嘅櫃體，可以罰幾多錢？睇家己冇？唔啲1500塊到7500塊。睇假使誒客人吼最上腔，就千萬唔好到安尼查檔。真嘅冇食東西。像白腔，假使寫記就做唔得做安尼客人嘅係。上去咯以後搶台卡血盤，很好這個划算。嘅因此最後來講下，你對於坐咧大眾交通工具應該要有嘅禮貌係嘛？嘅你知道？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同重要，就係吼拜託大家，莫去想講吼，我有個想去做廣播電台 DJ 嘅夢想。故所咧大概就調試籌他一個時間，引我動台上，不用本台時間。係啊，有一班啊，我籌邊右手邊吼，籌一個看韓劇嘅人，左手邊咧看日本劇嘅人，阿妹可以啊。你日本睇做得很流片呢。你都在後面演真的，所以還有一個就會大天發嘅禮貌，拜託啊，大天發你就很用口音。妹妹，我要到家了，等一下。跟你說到家還好，有一半還唐亮上你這個情話綿綿。我都上堂呢。大家嘛，你見唔見睇架所用的案度？其實最重要係乜嘢？就兩件事，就係尊重。尊重配上，要尊重自家。你觀眾朋友要想下，自家坐大眾交通工具嘅時陣，係咪要反動配上嘅？係咪因為到你上你冇應該喺坐博喺坐，其實佢同時哦。下禮拜你傾嘅時間，繼續嚟視看應該後上睇上講，要花太假歌。拜拜了，拜拜。繼續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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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先？ Hello，兩位線上的手嗎？開東西。兩位線上，你喊好嗎？來舉一方面。